海巡署今日查到4只海警船挖进咱的北部甲东部海域，是随着大型舰船去各海域应对。即摆中国因的军演，这个范围会当讲是甲咱台湾封锁包围。其中一搭伫咧平湖的这个西南边，遐是渔场，渔会是赶紧请渔民收网仔来离开。中国宣布明仔载实弹射击华信航空、立营航空是紧急公告。明仔载台湾往回马祖这个航线是隆重取消，台湾往回金门这个航线伫咧暗时6点进前全部取消。敢会加开机班，爱看总方来决定。海巡署桃园舰广播，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，立即转向离开。也被监控头前的中国海警船、中国解放军29早起宣布实施军演。海巡署也查到几啊只中国海警船经过咱国北部甲东部海域。目前已经增加到14艘海警船，包含侵扰马祖、金门乌丘以及东沙外里岛，以1对1对应方式并航监控，强势驱离。海巡署调度大型的舰船伫各海域有地来对应，也同步成立应变中心，协同国防部对应监控。交通部是强烈抗议中共军演，真阿爸无理，开始来调查替代航路。对于我们整个航空也好、航海也好的航运的安全，必然造成影响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对于该准备的替代的航路，我们正在盘点跟准备当中。中国这摆演习，演训区差不多把台湾完全包围起来。福建海警也对台湾7颗威也有马祖、乌区附近的海域综合执法，不过金门民众无相大反应。会很紧张吗？我不感觉。你没有感觉？没有感觉，因为我常常去。今仔即摆演训的所在有一地是伫咧平湖群岛西南方，是当地掠即个土兔鱼主要渔场，渔会赶紧请渔民提早来收网。他们是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，那避免冲突，我们现在请这些在这个海域抓土托鱼的渔船赶快作业收网，然后避开这个地方。不过，宜兰南方乌甲屏东恒春的渔民是反应无同款，只是东港渔会也坦白讲，政府无命令禁止，只有可以提醒，是不是出海也是由渔民家己来决定。有一些渔民是照常出海，然后有一些渔民也是说那这样子，可能就再休息个几天，他再出港。这时阵，东港渔民大部分到台东外海去作业，有一寡无出海渔民是真无奈讲，那雄雄军事演习，也有人烦恼讲演习互鱼仔拢走了，会互收入全部乌有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